呢個四邊記九是九節樣講道，上帝都係一家嘅避難所，本一家有痛苦嘅人，本一家有苦衷嘅人，本一家有不實嘅人。嗱，用啲字咪係講呢世間嘅行道，有苦衷，有不實，有困難。上帝在耶穌基督就係一家嘅避難所。而呢個四邊記第九第10節咁樣講到。認識上帝嘅人，相信上帝嘅人，上帝唔是變黑世界，乜意思呢？係講世界相信上帝，依靠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名，佢唔是變黑世界，世界有一隻愛心，有一隻渴慕嘅心，一隻妒忌嘅心嚟親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名，佢唔是變黑世界，世界有不實之事，有痛苦之事，有困難之事。一天，一家ขึ้น前去尋佢，佢開路乜一家，但係一家係特性嘅路，甲一家通才過一切痛苦困難嘅路線，一天佢帶一家到出門特性嘅路，阿門。